买机票记得睁大眼。网红唐明琳日前在菲律宾搭乘廉价航空 AirAsia 亚洲航空，报到后觉得时间充裕，在机场乱晃，悠哉喝咖啡，没想到提早5分钟来到登机口，却被地勤告知无法登机，飞机已经飞了。拿出机票才发现，他误把起飞时间当成登机时间，让唐明琳哭喊命好苦，只能再重买1张机票。唐明琳22日在抱怨公社发文，表示买了1张从菲律宾宿务出发的 AirAsia 亚洲航空机票。他根据自己往年的搭飞机经验，机票上的11:05分应该是登机时间。于是他到机场报到后，悠哉喝咖啡，机场闲晃消磨时间，直到11点才走到登机口准备登机。没想到地勤却告知飞机已经飞了。唐明琳拿出机票仔细检查，发现上面的11:05分并非 boarding time 登机时间，而是 departure time 起飞时间，而且机票下面还有行小字 Gate close 20 minutes before departure time， 登机门在起飞前20分钟关闭，让他崩溃，直呼哪有人登机证上印的时间是起飞时间，不都应该印登机时间吗？并抱怨 AirAsia 地勤在报到时没特别提醒登机时间，最后只好花2000元重买机票。贴文一出，不少网友安慰当花钱买个经验杯，要养成习惯再对一次大荧幕内的航班资讯。但也有网友认为航空公司没错，消费者本来就该看清楚机票资讯。除了亚航，还是有蛮多间只写起飞时间的，大多是2个都有写，一直都是起飞时间吧。所以花钱学教训啊，看订票单据比较准，会提醒要提早多少时间。